来看主计总处初五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，年增率是2.42%，创下最近4个月以来新高。主要是因为最近天气伤热，水果价销起22%。累计今年顶半年通货膨胀率是已经冲破2%的警戒线。主计总处讲，水果的价销若是持续起，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会阁加悬。 天气热，不少人拢爱食西瓜凉一个，不过不少人拢发现，最近水果的价销包含西瓜、往来，差不多拢有起价出势。因为西瓜以前都20块，现在一斤是35，西瓜比较贵。我觉得都涨啊，大概对啊，就调整一下，少吃一点。主计总处指出，受最近因为天气不稳定，影响水果的价销大起12.6%。水果业者透露，天气热，水果真歹保存，为确保水果的新鲜度，严加大量进货。还是跟天气有关系，就是如果天气热，有些水果耗损真的比较多，那它量少的话，它的价格就会再上来。卖差不多1天2天的量，然后卖完再去补货。因为水果价销起来推升6月通膨率来到2.42%，创近4个月新高。另外，储税部分继续起2.59%，创18年来上悬起的幅度。 今年顶半年通膨率达到2.27%，超过2%通膨警戒线。什么时阵应登河？专家安尼看。我们全球的需求现在还是比较低迷，很多商品它的国际价格其实是呈现下跌，这部分呢对我们的物价就会有一个抵消的作用。而且国内也会受电费钱、储税、医疗费起价影响，推升通膨率。不过受美国央行有希望在第3季降利息，加上真侪国际商品价销有咧落，也希望应抵消国内物价起价影响因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